历史悠久的安平充满着丰富的宗教文物和庙宇，其中安平的团契道长释庆元，经这个当时和当地民众，不管是丧事还是喜庆，拢会要找庆元。后来当地人拢甲称呼叫做庆元宫。这次的话，我们这个行道安平展主要的话，其中展的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去展出了当时候在安平一个很受敬重的老道长薛清源道长。那他在安平受敬重的程度到怎样的？就是说，在安平的祈祷里面都会说，喝俗拍俗的是松希俗，都是来找庆元。甚至他们去找做这些道教的科仪，他们不会说我要找道长，还是讲找道士，他们会直接说我是要找庆元。庆元宫不只是导航深交，对人嘛非常的亲切，非常受到当地居民的敬重，嘛无私的把一心所学传授给王道和道长。28号上午，在安平开台天后宫的妈祖学院，特别由民政局长江林煌以拍锣的方式来替展览开幕。庆元道长他的一件杠衣就是道长他在执行重要科仪的时候会穿的一件衣服。那这件衣服通常会很绣得非常的华丽。那这次展出的是一件将近百年的杠衣，它使用的是传统的手工的绣，而且有使用了非常多的技法。这是它的葱线是一个冰葱，就是说这个绣线它在外面去镀了铝箔，所以它会有一点金属的光泽，而且摸了会有金属的那个冰冷感，跟现代的葱是不一样的。那这种冰葱在现在的绣布已经很难找到，已经应该没有，只能看到就是一些之前古早时期的留下来的产品这样子。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